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壽山石裏面嘅白水桃花。題材單指一個鰲，即係龍魚咯，或者鰲龍，或者螭吻，都係呢個神獸。成身都係桃花，呢個好鮮色㗎。呢件桃花唔係一般桃花咯，係鮮色嗰種，價值都唔係一般桃花。呢啲位置比較暗色，但係呢啲位置好鮮色，但係都係美中不足咯，有啲黑點，遺憾啲咯。個鰲龍吐咗粒珠出嚟添。最靚反而喺個底部，呢啲係屬於高級桃花咯。